后来，即摆这个纳力双方拢为7月26日假场催票。像罢免国民党立委李干事的团体，早起透早6点，就到社区的公园，为要去佚佗的游览车来送车。啊，共迄个公园，李干事嘛有去，伊是去发送着无同意罢免的批信，甲选民互动博感情。哇，这个糟啦！不要投错票哦，5个字不同意票。透早6点到社区公园发开信，爱民众家到小厅。国民党立委李干事举无同意罢免的手板，要推出投票率。我们会多增设几个凉亭，然后厕所小型的厕所会多增加几个。拜托大家726投不同意票，和李彦秀继续来跟我拍拼。拄到许多人赶紧进入公园设备大翻修。李干事强调是家己争取，全社区拢有通评判，只是这边宣传无同意罢免，另外一边等机会动作。罢免李干事团体港澳都秀透早行共一个现场，甲游览车上车，手挂一大地开信引同意罢免大旗。对面路口有志工野旗仔，罢免含反罢免双方强化相杀。毕竟离7月26投票日剩无到7月7，除了陆战支持者能加入行会，看榜清楚无嘛是关键。扫街大家都会，那这个就是比大家的时间嘛。那委员只有一个人，我们志工团队可以同一个时间跑4、5个点。我相信我们给民众的接触，应该是有给委员不小的压力。比上的看榜较大体，罢免团体伫咧港澳挂引导立委，李干事嘛转授为公发挥南管优势，含台北市长蒋万安同齐挂看榜，透过家务助天。李干事面前无发声，讲即马无闭关的权利，嘛无软正心情，会一步一脚印伫咧投票之进前面前个人博感情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